哇！見到咧就梁宏敏師傅咧真係血染征途啊！但係繼續作戰，俾掌聲！第二回合準備開始啦！第二回合開始。我哋睇台上嗰位師傅啊，喺度練舞嘅時候咧，我哋發現得到咧，喺尊重歷史嘅情況底下咧，我哋兩位師傅咧就係各創新招，就迎合咗呢個活動呢度學新篇呢個主題。出現咗啲狀況，我哋要我哋嘅裁判籌委會上台討論下先。究竟咩事咧？究竟發生咩事咧？大家喺度討論緊啊，好似喺舞台上邊。散場啦，可以走得啦。走啦，係啦。係。好啦，經過咧所有嘅裁判權一致決定，因為兩位師傅咧喺賽前大家都講過係唔可以起腳嘅，咁所以即係話咧，現在嘅結果係不勝、不敗、不和，圓滿嘅結局，掌聲唔該。